係啦，YouTube 嘅朋友你睇好，我係 Cancel Dorf。日美元對日元，其實大家都關注住週末個下跌趨勢會唔會繼續，不過結果就係日線移動平均線嗰度反彈咗一次嘅。今日大家就睇下可唔可以突破上次最近嘅高位，不過而家嚟講呢，我覺得都要同時留意上落兩邊嘅走勢，因為都唔可以排除會有大調整發生，所以今日都會一邊確認住大市嘅動向，一邊同大家分享下入市嘅策略，麻煩大家多多支持啦。Big Boss 終於推出咗日本最強最高規格嘅 Omega 賬戶，最勁係點呢？ Spread Swap 交易手續費全部都係零，支援2093隻貨幣對最大槓桿去到2222倍，徹底支援日本嘅交易員。因為呢個賬戶咧真係神級規格，所以唔可以喺官方網站開戶，只可以經簡介欄入邊嘅連結申請。大家一定要把握呢個機會，親身感受下 Big Boss 嘅認真實力。好啦，咁我哋即刻一齊睇下周線圖啦。而家美元對日元喺2020年創下咗最高位162日元附近，而家都係喺高位橫行。咁今個星期咧就要睇下呢個水平，究竟周線收市價可唔可以突破，定係會先反彈一下，然後進入調整走勢。大家都好關注呢點。佢哋嘅情況下，現時價格都係處於非常高嘅區間啦，而且都冇一個明顯嘅通道入邊，所以從技術分析啲嘢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做淡 short 提位。不過如果睇翻周線圖啦，之前咧最近嘅高位同埋周線移動平均線咧都喺下邊支撐住，所以其實而家要大幅度向下都唔係咁容易啦。總括嚟講，今個星期都係要留意呢啲細微嘅波動，睇下點樣發展。我覺得可以根據呢啲情況咧去制定策略。如果有咩觸發點令到價格調整到大約一半水平，佢就會去到周線移動平均線重疊嘅位置，到時都可以積極考慮做長倉 long。所以大家可以預咗有機會會突然咗向下調整，然後再去睇下之後嘅操作策略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可以再細分落去諗清楚嘅，特別係今日同聽日應該要留意日線級別有冇件值得入市嘅位。好，咁而家講下日線圖。今個禮拜開局咧，美元對日元因為上個禮拜就業數據差過預期，所以大家都關注住呢個走勢會唔會繼續落去。正如我哋週末嗰條片都有講過，如果向下望去，日線圖有冇支持位，周線圖有移動平均線喺度，所以佢呢啲位其實好難揾到咩好大嘅期望值。結果相對嚟講，琴日個市就向上升嘅。只不過講到之後嘅走勢都唔排除會出現頭部逐步下移，然之後開始向下走嘅可能性，呢個都要考慮翻啦。頭先都講過，而家大約162日元附近徘徊咧，屬於一個好高嘅價位，咁所以如果佢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咧，要積極做長倉，其實都幾難。咁所以而家情況都幾，雖然一個勢都仲係幾強，但都要將有機會出現大調整呢個可能性放喺眼內，做好風險管理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如果用多時框分析佢哋周線圖嘅移動平均線，如果未再明顯上升咧，其實都幾難喺呢啲位揾到吸引又有優勢嘅沽空空間，所以短期內都係圍繞住呢啲位去嘅策略會比較好。咁如果之後個趨勢繼續延續落去呢，呢個支持位有機會再向上推，到時就會有啲吸引啲沽空空間出現嘅。所以如果160日元呢個位一穿，唔好即刻睇住做長倉。對於即刻衝入去做單呢件事呢，我都建議大家要小心啲，唔好太衝動。咁當然啦，開倉之前都要再詳細確認下各個指標，順便回顧下尋日個走勢，同埋睇下之後具體點樣入市。好，咁而家睇下1小時圖。咁你見到尋日其實係咁樣拉咗一條好明顯嘅上升趨勢。咁1小時圖嚟講呢，最近個高位都係大家關注嘅重點，因為佢打破咗之前嘅下跌趨勢。睇翻尋日個大陽燭，其實就係因為捲入佢嘅止蝕盤呢，令到個價一口氣衝上去。只不過如果用多時框去睇，其實呢個位附近有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啦，所以作為交易員呢，佢呢啲位就要特別留意噶啦。其實要喺呢啲位做長倉 long 呢都幾難。因為今次連一個似樣嘅回調都冇出現，所以而家美日 USD/JPY 嘅操作難度真係好明顯嘅。咁而家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都冇附近啦，所以今日個走勢大家都會留意會唔會出現類似嘅情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個價開始向下突破低位，並且跌穿4小時圖嘅移動平均線，佢就有機會打破現有嘅波動格局。喺呢啲位供求平衡可能會被打亂，美元有機會轉弱，日元有機會轉強啦。我哋大家都會諗錯啦，頭先都講過，如果日線圖見到個價開始向下跌呢，形成一個低位向下嘅走勢，佢跌穿160蚊、160蚊嘅機會就會大啲。咁所以如果要喺呢啲位做長倉 long 呢，就要考慮減少注碼，或者等反彈確認咁先再入市嘅。總之要小心啲。如果真係跌穿嘅，佢就要睇埋日線圖嘅支持位，甚至周線圖嘅移動平均線都要留意，準備好一個即使跌到嗰啲位都唔會出事嘅入市策略。無論點都好，依家美日USD/JPY 喺162蚊附近嘅增持情況都好受關注，只要呢個增持消防繼續落去呢，市況都會比較反覆難搞，所以大家入市嘅時候呢，記住要留意大級別嘅阻力區呢，揾啱時機先好入市。如果有咩大動作，我聽日會再喺 YouTube 上載新片，記住訂閱我個頻道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